后来继续来看，蔡政府进前有来宣布，2016年的520了后所起的违章工厂，至少有466间，要断水、断电，要总拆掉。问题是经济部并无依法来公开这的违章工厂的名单，嘛无去拆这的违法的建筑。这3年来，新增加的农地违章的工厂都高达2万间。公民团体真火大，再去到经济部来抗议。违章工厂即报即拆。公民团体甲跨党派立法委员伫经济部外口咧抗议，政府无依照工厂管理辅导法公开违章工厂名单甲拆除的情形。这样子的公布等于没有公布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工厂是不是有在营业，是不是有在继续制造污染。蔡政府命令，伫2016年520了后起的违章工厂，爱断水断电拆除。经济部登记这款的工厂至少有466间，也无地球公民基金会估计，这3年来新增加违章工厂至少有2万间，也无干那1间断水断电，11间断电，1间拆除，尤其是伫彰化，这款的情形上严重。2017年9月20号就检举了，现在在干嘛？大方的营运，连招牌都挂上去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要来维护农地的安全，维护我们未来粮食的安全？公民团体呼吁讲，唯有经济部将资料公开透明化，调度由民间来落实监督，或者违章工厂真正转型。